你想第一時間睇到我哋嘅教學影片，就快啲訂閱啦！怎樣善用社交網絡的力量？我哋有啲嘢咧都可以做到嘅喎，唔係淨係得壞嘅一面嘅，好好地，所以我哋要善用呢一樣嘢，善用社交網絡的力量。Number 5，一呼百應。一呼百應咧，即係一叫就可以。只要我喺上面咧publish 一樣嘢嘅話咧，就可能會好多人都會 respond 噶咯喎。呢樣嘢就叫一呼。講一句嘢，100個回應，就叫做一呼百應啦。四月和媽媽覺得街上的小狗很面熟，四月同埋媽咪咧覺得街上面呢隻狗咧好熟口面喎，佢咧好面熟，真係好熟口面咁解。我們盡快聯絡小狗的主人吧。四月就話我哋快啲聯絡呢個狗狗嘅主人啦。原來咧，因為咧有人喺呢個網上社交網絡平台上面咧。就話本人今早在沙田城門河畔走失一隻棕色小狗，請大家幫忙留意它的行蹤。原來咧，佢話佢隻狗咧喺呢個地方沙田城門河畔附近咧走失咗啊，係一隻啡色嘅狗嚟嘅，棕色即係啡色。請大家幫忙留意下佢嘅行蹤。咁下面咧就有好多 response 啊，就話希望盡快可以揾到小狗。佢另外一個人就話我幫忙留意一下，咁佢哋留意到咯喎，佢哋揾到隻狗咧，就可以即刻可以聯絡到個主人啦。冇彩揾到咋。在以上事件中，社交網絡發揮了什麼作用？咁喺呢件事上面咧，社交網絡其實可以有咩作用咧？原來可以幫你揾翻啲唔見嘅嘢噶喎。當你想揾一樣嘢嘅時候，你會想靠其他人一齊，需要靠其他一齊去揾嘅時候，你就可以喺網上面 post 一啲嘢啦。而家咧，因為有呢一樣嘢，其實好多人咧細細個可能冇見過自己嘅，可能好細個開始冇見過自己嘅爸爸或者媽媽咧，佢哋咧大個咗之後咧，就會叫各大網民幫佢哋揾，點知真係揾得翻㗎。好啦，第二啦，人們怎樣發揮社交網絡的力量，做對社會有益的事情？咁我哋咧仲可以點樣發揮喺呢個社交網絡嘅力量呢？其實原來可以做一啲對社會有益嘅事情㗎喎，唔係淨係好似上面咁樣話，即係發生一啲擅自做一啲嘢，當然會有啲負面影響啦。原來都可以有啲有用有益對個社會好嘅嘢，有益即係好似食一啲有益嘅嘢，好嘅對身體好 healthy 嘅。OK。香港血庫存量告急，2000名市民響應網上呼籲，各區捐血中心大排長龍。即係話香港嘅血庫啊，有冇聽過有人去捐血呢？咁咧，原來咧醫院周不時咧係需要啲血嘅，去幫一啲去救人嘅。咁所以咧成日都會有時有啲捐血活動啊咁樣。咁有一次咧，2017年嘅時候咧，就話個庫存量即係唔夠血啊，個庫存量嗰個儲存告急，即係唔夠血。告急即係告訴大家有件好急嘅事，告急。個存量告急，即係話個存庫入面好少血啊！而家2000名市民響應，佢哋咧就知道咗之後咧，就即刻有回應啦，喺網上面呼籲啦，各區呼籲咗之後咧，即係網上面 announce 咗呢一樣嘢之後咧，即係幫手 announce 晒2000名市民響應，即係幫手喺網上面推廣呢一樣嘢，就可能 forward 個 news 出去啊咁樣。咁各區捐血中心大排長龍，呢一個咧就係嗰個 outcome 啦，就係令到另外所有嘅區，即係香港有18區啦，每一區嘅捐血嘅中心咧都大排長龍，即係點啊？即係當佢 publish 咗呢一個 news 之後咧，個個都去幫手排長龍。去捐血。第二啦，社交網絡發起分享行動，
社交網絡咧發起分享行動，即係大家呼籲一啲分享嘅嘢啦。熱心市民定期向露宿者送暖。露宿者homeless，香港咧有一啲人係冇屋企住，佢哋可能要瞓喺條街嗰度，可能係一啲冬天嘅時候啦，就好似今日咁樣啦，係好凍㗎喎，佢哋冇衫着，好容易凍親，甚至會真係會失去生命㗎喎。咁咧，當有人喺網上面發起原來有露宿者 homeless 係有呢個需求嘅時候咧，就會有唔同嘅市民咧定期即係 regularly 去送暖。點樣可以送暖？死我，sorry。點樣可以送暖咧？就係出面好凍啊！我呢個露台咧，啲風都冚冚聲啦。咁咧送暖咧，就可能捐啲衫俾佢哋啦，或者俾啲食物佢哋，令到佢哋會有溫飽，會覺得 warm 啲，咁就唔會凍親啦，又唔會病啦。好啦，如果冇進步，我哋保證學費全數退還。我哋嘅學生進步率高達97%，喺我哋嘅 KMS 教學系統，除咗幫學生鞏固課文基礎知識，更重要嘅係教授考試重點、技巧、方法同埋必考題目，令你極速進步，考試攞高分。我哋今個月只收8位學生，成功登記參加免費試堂，仲可以額外得到藍牙耳機。快啲按下邊個掣登記報名啦！上堂見。